好啊，首先第一步就係咩？就係你點樣去理解歷史科呢樣嘢咧？OK，咁你會得出兩個好重要嘅 angle 叫咩咧？就係第一樣嘢叫做觀點，OK，第二樣嘢叫做角度。嗱，我未必要深究過，未必會再講啊，OK。咁大家聽實咯，OK，即係假如你係想知道背後嘅邏輯嘅話咧，可能淨係得急堂我會講嘅啫，因為下年我未必會再講嘅，OK。嗱，咁但係觀點同角度，嗱，咁首先你要理解觀點同角度咧，當然你會講啊，咁你就咁背有筆記，你學啲技巧就算啦，係咪？咁你係咪可以拎到高分？當然都得，但係當然你理解到之後會更加好啦，係咪？嗱，其實所謂觀點呢樣嘢咧，同角度咧其實相輔相成嘅。嗱，我講一次先。For example 咧，就係角度可以服務於觀點，觀點都可以服務於角度。嗱，例如同一段歷史咧，其實你個切入角度唔同，你會得出唔同嘅觀點出嚟嘅。嗱，我講完嘢你就明啦。For example，你去理解咧，嗱，我用少少中史同大家講啦，OK，因為我覺得有一個例子係最 perfect 就係咩？例如你去理解點解唐代長安城會衰落。嗱，for example 啦，你未學過你冇所謂嘅，即係你聽我講得㗎。點解唐代長安城會衰落？你從政治角度去講，因為安史之亂；從個氣候角度去講，可能因為佢天氣越嚟越凍啦，因為冰河期啊嘛嗰陣時。咁你其實你已經用咗兩個角度去講，從氣候角度同埋從呢個政治角度去講啊，係咪？咁其實你已經係得出咗兩個唔同嘅觀點出嚟㗎啦喎，明唔明解樣嘢先 ？OK， 好啦，咁然後有時就係咩？有時就係假如我哋改變少少嘅問題嘅話咧，係啦。個核心就係你唔需要增加任何史料。嗱，我就好講，其實你讀歷史咧有啲咩，即係有啲好俗啲係咪？我就好講係咪？即係你基本上同一段歷史嚟嘅啫嘛，係咪？你都係讀翻100年嘅喎。其實我哋歷史得咁多嘅啫，但係我哋係從唔同嘅角度去解讀同一批嘅例子，明唔明？睇樣嘢 OK，咁你自然就會得出唔同嘅觀點啊，明唔明解個邏輯？第二樣嘢係點咧？就係其實你去論證一個觀點嘅時候咧，你都會用唔同嘅角度去支持呢個觀點嘅。嗱。所謂用唔同角度支持同一個觀點呢個邏輯咧，就係考評局所提倡嘅嘢咧，就叫做多角度分析。OK， 好啦，咁所以所有嘢咧其實都有根可尋嘅，只不過以前咧其實基本上咧佢淨係講咗個結果俾你聽。嗱，當然呢樣嘢係好啊，OK，即係你補習就上緊捷徑嘅係咪？咁但係有時候你可以知道背後嘅邏輯咧，其實有時候你貼題都係咁貼嘅啫喎。OK， 嗱，明唔明先 ？OK， 多角度分析。好啦，咁你就會有一個問題啲咩？就係即係而家嘅情況就係咩？DBQ 知唔知咩嚟啊？嗱，所謂 DBQ 咧，或者 essay 都好啦，OK。其實個試題咧就係考評局俾你嘅觀點啊，嚇 OK。嗱，所以寫喺度咯喎。其實個試題咧就係考評局咧，佢俾你嘅觀點，或者所謂佢俾你嘅一段歷史嘅時期。咁但係通常係觀點嘅，通常係觀點嚟嘅 OK。歷史時期。嗱，所謂歷史時期就係 essay 嗰啲啊，嗰啲好白痴嗰啲咧，請就住評估香港國際城市嚟講咧，你有啲咩資料咩？有啲咩有用嘅地方同埋局限性係啲咩咯？咁嗰啲咪歷史時期咯，係咪？好啦，其實你會做緊啲咩咧？嗱，聽實咯噃，你要做嘅嘢咧就係你要用唔同嘅角度去 justify 考評局俾你個觀點，就咁簡單。OK， 好啦，所以好多人有一個問題係咩？就係點解好多時候你嘅資料同你學過嘢唔同咧？因為呢樣嘢考評局專登咁樣設計啊嘛，就係其實我要話俾你聽個邏輯就係咩咧？就係其實一段歷史嘅觀點，佢可以同唔同嘅角度去支持呢個觀點，所以其實考評局嗰啲資料咧，咪就係咁咯。嗰啲資料咪就係咁咯。佢俾你嗰兩篇資料，你以為廢嘅？梗唔係啦，係咪？佢就係揾咗兩個唔同嘅 angle 去論證同一個觀點啫嘛，係咪？咁我會講咧個切入角度唔同咧，你會得出唔同嘅觀點咧。嗱，聽實我講咯喎，for example 啊，你去讀日本史嘅時候。好啦，咁你日本史咧，我哋讀下半頁啦，OK，我哋成日講下半頁。咁你下半頁嘅時候，其實你會讀一樣嘢叫咩咧？就係當其時候日本點解會有經濟嘅奇蹟啊？OK，好多時候都係因為你就會講啊，哦，咁係因為咧當其時候其中一個 factor 啦，我哋講呢個美日安保條約，係咪？美日安保條約，好啦，即係嗰個 Mutual Security Pact 啦，OK，好啦，你去從嗱聽實啦噃。咩叫從唔同角度解讀同一樣嘢咧？嗱，因為你美日安保條約你唔會變噶嘛，因為佢簽咗一條嘢嘅啫嘛，係咪？咁但係你 imagine 一下 OK，你假如從軍事角度解讀呢樣嘢嘅話咧，其實佢好定壞啊？嗱，從軍事角度去解讀美日安保條約，其實佢係唔好噶嘛，因為點解啊？因為佢會影響你嘅軍事自主啊嘛，係咪先？
所以點解我成日會同大家講咧，即係我筆記咧，當然我幫大家啦，係咪？咁但係你即係你背後你可以知道個邏輯嘅話咧，其實就更加好啦。OK，點解我同大家講成日同大家講係咩？就係你其實你唔使背好多例子啊，冷門例子係唔使背啊。點解咧？因為其實我筆記啦，我已經同大家講咗好多次就係咩？就係其實你只不過係從唔同嘅角度去詮釋呢樣嘢嘅啫。OK，你軍事可以用呢個例子，咁但係你換個 example 嘅啫嘛。假如你係從經濟角度去講嘅話咧，咁你會發現啦，其實呢個條約變得好咗嘅喎。點解啊？因為佢而家幫緊你去減少嗰個叫咩啊？軍費啊嘛。你個軍費減少嘅時候，其實你自然咪可以點啊？你自然咪可以發展經濟咯，係咪？所以其實你會發現啦，同一段歷史嘅例子咧，其實我會發現就係，假如你從唔同嘅角度去解讀咧，佢可以係講緊係好同埋壞嘅喎，即係可以係同時有好同埋壞出現嘅喎，明唔明解呢樣嘢先 ？OK。所以其實個邏輯就講呢樣嘢 OK。嗱，咁呢個最簡單最 basic 嘅邏輯啦 OK。即係好簡單啫，即係我for example，我再講個例子 OK。嗱，即係呢個可能唔夠厚係咪 OK？我再講多個例子，點解我會講呢個係觀點咧？嗱，即係for example，美日安保條約佢係一個例子，佢唔係一個觀點，因為佢係 fact 嚟噶嘛，佢係 fact 嚟噶嘛 OK。所以美日安保條約係一個例子。佢唔係一個觀點 ，OK。好啦，咩叫觀點咧？觀點即係話咧，其實你點樣演繹呢個例子 ，OK。好啦 ，for example，例如西周封建制度嘅時候啦，我又咁中史嘢講少少啦 ，OK。咁但係應該初中都學過噶嘛。咁有一個史家叫錢穆，咁佢講啲咩咧？佢就講啦，其實西周係一個武裝移民。咁但係有啲人覺得唔係嘅喎，明唔明先 ？OK。咁嗰個就叫觀點啦。我明唔明呢個邏輯先 ？OK。即係你美日安保條約係一個例子嚟嘅啫 ，OK。好啦，咁你會講個問題，點解我將同大家講呢樣嘢咧？因為近年考評局咧，其實出幾多觀點嘅都。嗱 ，for example， 2024年 Q1，佢就問你咧，其實南京政府係咪一個外強中乾啊？拜拜。南京政府係咪一個外強中乾啊？好啦，其實呢個觀點咧就唔係考評局作出嚟嘅，呢個觀點係邊個人講嘅咧？呢個觀點咧其實係一個讀中國近代史好出名嘅史家講，佢叫徐中躍 OK。好啦，咁所以你見到咧，其實考評局係會參考某一啲史家嘅著作咧，其實就係去得出啲觀點咧，然後就 set 題目俾你嘅 OK。咁當然呢個比較高級啲啦，再係咪 OK？即係比較枯燥啲啦，係咪 OK？咁但係其實你背後邏輯其實就係咁嘅啫 OK。即係基本上就係你考評局嘅遊戲就係咁啊。所以點解我同大家講咧？點解個資料你用唔到？你係完全係黐咗線咧？因為點解咧？因為呢個資料就係考評局剪裁俾你嘅資料嚟噶嘛。佢就係想你 justify 佢個觀點噶嘛，係咪？所以好多人咧，嗱有冇好奇嗰樣嘢？點解咧？我叫大家注因題嘅時候咧，點解唔好答唔同意咧？因為大家 carry 唔到咯。明唔明解呢樣嘢 ？OK， 點解主因題你答嗱答同意又冇所謂啦，同意即係同意佢觀點啦。咁點解你答唔同意嘅時候咧，好多人會賴晒嘢咧？因為你答唔同意咧，你做緊嘢咧就唔係 justify 佢嘅觀點嘅有冇問題，而係你走過去講其他因素導致到嗰個結果出現。OK，咁你講咪離咗題咯。咁你答唔同意咧，其實你都係要 focus 翻咧題目個觀點嗰度噶，係咪先？嗱，即係好民主嘅 ，OK。嗱，即係考評局係好民主嘅，即係你答同唔同意都得嘅 ，OK。即係你例如你 let's say for example 啊，嗱有一年咪咁啊，你可以答唔同意噶。嗱，抄完未先？抄完啊嘛。有一年係咁嘅，例如呢年咯。例如你覺得日本其實佢唔係為咗彌補戰爭罪責而去做外交，你可以答唔同意嘅喎。你可以答唔同意嘅喎 ，OK。即係你覺得呢個啦，你可以答不同意，咁冇問題㗎。你可以唔同意考評局個觀點嘅，但係好多人做嘅嘢之後，你唔同意之後咧，你就唔係走過去咧。去講翻題目要你攞嘅嘢嘅喎，你走過去講其他因素啊，我覺得其實經濟都可以導致外交，係啊，歷史都可以導致外交，係咪？咁你咁樣就離咗題嘅，明唔明解先？嗱，假如你唔係做緊呢樣嘢嘅話咧 ，otherwise 啫，其實你係離題嘅 ，OK， 我講多次啊，你係離咗題嘅 ，OK， 所以其實好簡單嘅啫。點解你要咁樣做咧？點解你要背啲答題框架？其實我成日都講咧，答題框架係冇意思嘅。點解？因為你答題框架咧就為咗 present 得好啲，俾個 marker 睇你個答案啊嘛，係咪？其實你做所有嘢咧，你答題框架好啦，資料點樣睇又好啦，你點樣去論證同題目都好啦。其實你做緊一樣嘢嘅啫，就係咩咧？就係你要去 justify 考評局嘅觀點 ，very easy， 明唔明先？其實我哋拋開了咧就係咁嘅啫 ，OK。咁當然，假如你唔理解唔到嘅話，咁你背嗰啲答題框架咯，係咪？即係你走去背啲技巧啲都得嘅 ，OK。咁但係假如你理解到呢樣嘢，你就會知啦。其實點解好多時候咧，你可以好輕鬆咁入考場考咧？因為其實你假如理解到佢核心，你就會知道咧，其實你做緊嘅嘢，無論係 DBQ
定係 essay， 都係你要做呢樣嘢，就係你要諗辦法去 justify 考評局俾你個觀點。假如你係同意嘅話啦，假如你係唔同意，你就會諗辦法去揾出佢呢個觀點嘅缺陷喺邊度咯。明唔明嗰樣嘢 ？OK， 所以其實點解我第一答唔同意？點解你要寫局限性先咧？終於知點解啦，係咪？點解你要寫局限性先啊？因為假如你唔同意呢個觀點，你要挑戰呢個觀點，你係咪首先你要講到俾個考評局 marker 聽，呢個觀點係有缺陷啊？咁所以點解你想要寫局限性先啦？就係咁解咯。明唔明嗰樣嘢 ？OK， 點解你要多角度分析啊？因為你要用多角度去 justify 翻佢個觀點啊嘛，明唔明嗰樣嘢 ？OK， 你先有說服力噶嘛。嗱，所以我講一次先，點解你用多角度分析？因為其實你咁樣先為之叫有說服力啊，明唔明嗰樣嘢啊？明唔明呢個邏輯先？所以其實你係要有說服力啊，明唔明嗰樣嘢啊 ？OK， 嗱，所以其實個邏輯上去講咧，就係咁樣。日本經濟係出到爛晒 OK， 基本上咁多年你出呢一段歷史嘅啫 OK， 就係問你就係有啲咩因素導致日本經濟奇蹟 OK， 好啦，內部因素有多重要？好啦，咁即係話而家考評局嘅觀點係啲咩啊？嗱，你唔好走個屎忽痕啊！即係你唔好走過去就講其實唔重要嘅，咁你咁樣就即係叫咩咧？就係即係你捉蟲啊，明唔明啊 ？OK， 所以你一定答佢重要啊 OK。嗱，而家考評局嘅觀點就係內部因素導致日本經濟奇蹟。OK， 佢係一個主因嚟嘅，咁即係言下之意，即係話啦，其實佢有其他因素都導致到呢樣嘢，不過考評局通通都覺得係冇佢咁重要嘅。OK， 好啦，咁你要諗下咯，我點樣嗱？即係內部因素導致經濟奇蹟係一個觀點啊，咁你要諗下一樣嘢就係咩？就係我可以從咩角度去論證呢個觀點？例如咧，政府咯，例如日本人嘅特質。咁其實背後係咁嘅，應該 OK。其實背後就係咁嘅。咁其實你每條題目都係咁噶啦，即係 essay 睇出呢樣嘢啦。OK。其實咧，點解好多時候會舐嘢咧？因為好多時候就係咩咧？好多時候就係你將你背嗰啲嘢拋晒落去就算咯，係咪？咁你又唔會係睇個資料嘅，咁你亂咁嚟係咪？嗱，我唔打講咗好 N 多次呢樣嘢。其實咧個資料咧就係。佢而家咧就俾個觀點你啦，咁然後個資料就係個角度嚟嘅啫，你咁樣當住佢咁樣去做就得噶啦 ，OK？咁然後你就會將呢個角度咧，嗱，即係你諗下先，我本身俾嘅資料你，佢一定係已經係有啲關聯性噶啦，係咪先？即係我唔會俾一個完全唔拉更嘅資料你噶嘛，所以其實本身咧個資料就已經係幫緊你去 justify 呢個觀點，佢本身有啲關聯性已經，你係要將呢個關聯性講出嚟咁解啫 ，OK？ 好啦，資料 B 講完噶啦 ，OK？ 排資料 B。好啦，咁然後你要點講咧？資料邊同你講啊？奧運會開幕啦，咁啊就係話啲措施嗰啲啦。咁啊東京呢個芝士估計咧籌備開支係30億喎。OK， 咁啊就改善未來10年東京市民生活嘅計劃已經推行啦。好啦，咁然後就大筆款項咧就投放喺啲興建新旅館同埋其他建築嗰度。好啦，咁啊就奧運會咧就吸引啊，令到東京嘅吸引力係高咗啊，效率都高咗啦。咁啊好多人就會愛呢個城市。咁後邊嗰度就唔關事，後邊呢度有 for B 題用嘅。時間關係 OK， 就個 B 題用嘅 OK。好啦，咁你見到呢個資料好奇怪啦，係咪 OK？嗱，其實呢個資料嗱，我哋再還基本步啦 OK。嗱，我哋當佢一個角度，呢個資料比較似係咩角度？呢個資料比較似係政府政策啦，同埋呢個叫咩咧？嗱，與其我話政府政策，不如我哋再細分多少少。政府政策咩地方嘅政策？嗱，因為經濟都係政策一種嚟㗎嘛，政治係政策嘅一種。其實呢個比較似係咩咧？比較似係啲，例如我哋話基建嗰方面㗎嘛，係嘛？比較似係一啲咧基建配套嘅政策啦 ，infrastructure 啊，明唔明先 ？OK， 嗱。咁我哋講啲技巧少少嘅嘢咯喎 ，OK， 好啦，咁你基本上你咪諗下咯，咁你基建配套而家嗱諗多次先啊，即係而家你會將嗱我哋幫大家揾咗個角度出嚟啦，咁你就去諗下呢個角度我要 justify 一個咩嘢啊？我咧就要講呢個角度點解會導致經濟奇蹟啊嘛，所以你要講嘅背後咪就係講緊佢點解會導致 economic miracle 咯，明唔明先 ？OK， 咁點樣導致佢呢樣嘢啊？咁你再睇多次嘅資料咯喎，咁佢就同你講當其時候好多嘅東京嘅吸引力會提升。點解會提升吸引力啊？點解啊？因為當時時候我話俾你聽，好多新旅館、好多建築啊嘛，咁咪捉住佢做文章咯，係咪？嗱，咁你好簡單邏輯，你冇學過呢樣嘢唔緊要噶，你咪照吹啫嘛。假如佢話新旅館即係咩咧？即係話嗱，
吸引力提升咗，即係咩意思？即係旅遊業會高咗，係嘛？即係你都中意去東京旅遊㗎啦，係咪？旅遊業會高咗。旅遊業高咗 tourism 好咗嘅時候，咁咪即係其實變相係能夠講緊就係話，其實你越嚟越多啲遊客會過嚟啦。咁你遊客過嚟唔係窮遊啊嘛，大佬係咪過嚟係咪？即係你過去係會使錢噶嘛 ，suppose 啊應該係咪 OK？所以你遊客過嚟係會使錢嘅時候，其實你自然就會導致個經濟都會高咗噶嘛，係咪？即係你會消費噶嘛，因為係嘛？理論上係咁啦 ，OK 係咪？當然而家我哋香港嗰時候唔係咁啊，咁但係其實就基本上你 suppose 喺一個地方你係會消費，咁你住嗰度嘅酒店，你嗰度玩你都會俾錢噶嘛，係咪？所以你基本上消費高咗嘅時候，其實自然咪會導致經濟奇蹟咯。因為個產業會發展噶嘛，咁同埋就係基建配套，其實佢都會導致到交流會高咗。嗱，咁我唔揭啦，咁大家睇翻上面你就會知啦，佢好多唔同嗰啲咩建築嗰啲啦，係咪？咁你交流會高咗，或者我咁樣講啦，其實你要起呢個基建配套嘅時候咧，其實你 involve 嘅人係好多噶，咁所以其實本身唔單止係講緊你起咗配套出嚟，仲要係講緊就係咩咧？就業機會會高咗。係咪？即係大佬係嘛？即係你係要俾錢請個人翻嚟幫你起噶嘛，大佬你唔會自己落場起噶嘛？就業機會高咗，一來啦，二來就係咩咧？帶動埋其他產業 ，OK？ 咁你咁樣你自然咪吹到咯，咁咪導致經濟奇蹟咯，係嘛？你真係唔好以為廢話，我同大家講，其實咧你真係唔好覺得佢太高深成件事。其實你呢度你背完之後，你已經有4分，我同大家講8分入邊 ，OK？ 係啊，即係你咁樣寫已經有4分噶啦。OK， 咁所以基本上成件事就係咁嘅咋。OK， 好啦，咁你後邊個人所知嗱，聽實啦噃。假如你又啱啱又聽我講咧，你完全係即係唔好瞌眼瞓嘅話咧，咁你就會知啦。其實我哋講咁多即係點咧？即係我哋都係而家要做啲咩咧？就係我哋從一個唔同嘅角度去 justify 呢個觀點啊嘛。咁你諗下先，假如黑蘋果提出去做呢樣嘢嘅話咧，咁你好唔好用翻同一個角度啊？梗係唔好啦。即係我哋 ban 咗啦喎，我哋唔可以用翻媒體，唔可以用翻呢個基建嘅角度啦，係咪？好啦，咁所以我哋個人所知可以點講啊？政府嘅咩政策？經濟政策，我哋用其他角度啊，明唔明解呢樣嘢啊 ？OK， 所以其實通常考評局咧，佢俾你嗰個資料咧，都會係一啲全新咧，你冇學過嘅角度嚟嘅，因為佢就係方便你去補個人所知嘅嘛，係咪？所以通常我哋出題目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哋會揾一啲咧，你盡量揾啲就係咩？就係你完全教科書唔會提及嘅角度咯。OK， 好啦，政府經濟政策或者日本人嘅特質，其實都可以係一個角度嚟嘅喎，明唔明先？咁已經係咁嘅咋，就係咁簡單啊，就 OK，easy 係咪 OK？呢度已經幫你拎到起碼5分啦，係咪？咁然後你點樣拎埋其餘嗰3、4分咧？咁你就去諗下就係呢個他項點樣寫咯喎。咁你他項可以點樣寫咧？嗱，後邊有版抄完未？抄完話後邊有版。嗱，咁你要做嘅嘢好簡單啫嘛。嗱，我哋首先第一步就係咧，啱講咗啦，見唔見到？推崇呢個價值觀，放下對戰爭嘅追求，尋求經濟發展，導致經濟奇蹟。見唔見到點樣推個推論出嚟？非常簡單 ，OK。好啦，咁然後第二步咯喎，日本奧運會咯喎，奧運會你可以點講啊？奧運會你就咁去講咯喎，我一投放咗筆錢落去，咁我自然帶動咗唔同地區嘅產業咯，係咪？旅遊業亦都會好咗，咁咪帶動全國經濟，咪經濟奇蹟咯。所以就係咁啫嘛，係咪？即係其實你以為好難啦，其實就係咁啊啫 ，OK。凡係問得你比較嘅題目咧，最找嘅係啲咩？最找嘅就係你自己亂咁嚟咧。咁你寫啲嘢咧好類似嗱，記得喎，比較咧，你一定要係叫咩咧？我用一個字形容咯，立竿見影嚇。OK， 立竿見影咩意思咧？即係你真係要一眼睇得出佢有好大分別，你先能夠 fulfill 到題目嘅要求啊。好多時候啲人咧講，例如咧先啊，比較一二戰影響啊，你係同我講啦。啊，其實咧嗱，for example啊，比較一二戰影響。咁你最 stupid 嗰啲係咩咧？就係你就可以講啊，一戰咧，咁啊導致到經濟好差啦。咁二戰一樣嘅喎，二戰的經濟都好差。咁你覺得呢個答案係好唔好啊？梗係唔好啦，點解啊？因為你諗下先，我要比較兩個影響，其實我 expect 你做緊一個叫咩咧？即係完全 completely 唔同嘅嘢嚟嘅喎。OK， 你同我講就係一戰經濟好差，二戰經濟好差。咁你係冇講到任何嘢嘅，你講啲阿媽係女人嘅嘢，OK？所以就算啊，你係要寫相同範疇嘅嘢，嚇 OK？即係咁嘅情況啊，你都要 show 到啲咩咧？你都要 show 到同中有異咯。咩叫同中有異啊？即係話一戰經濟嘅破壞比較少，二戰經濟破壞比較多，叫同中有異。當然最好就咩？最好係雙異啦，梗係。所以呢啲係準備好入場噶嘛？呢啲梗係要 OK 係咪？咁當然呢條一公廁啦，係咪？咁但係有啲冇公廁嗰啲又比較難啲啦，係咪？嗱，